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面詹伟民。咱讲到武汉肺炎哦，台湾对抗围堵这个肺炎真正是有成果。目前呢，这个诊断确定的案例维持是18例。有这个好消息，提供这个乡亲好朋友，各一名这个病患哦，病情是全较好势。不过伊嘛讲到，伊入去住院了后，厝内底人全部拢变做是这个全面的这个敌人啦吼。就可以内心真正是唔甘个无奈啦吼，所以嘛要提醒着观众朋友，千万唔通有这款的这个机制、这款心理啦。不过咱回过来看，这个全球确诊的案例哦，已经超过6万个。尤其咱讲中国湖北省哦，昨开始的新增加这个案例哦，由医生临床判断的这个镜头认定致病这个患者，拢总安尼甲算落去哦，一时间是增加14000这个病例啦吼。但是咱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只是讲，望这个大细间的这个企业，就赶紧继续来动工来做事啦吼，真正是掠百姓性命来输赢。另外，咱要看到咱台湾政府真正是无共款啦吼，爱做一个有负责任的这个政府，为着要降低武汉肺炎对国内经济这个冲击，行政院嘛通过要纾困这个方案哦，总预算超过这个600亿啦吼。今日台湾新闻界国际新焦点，特别邀请乡亲好朋友做回来对话。这部顶，咱邀请到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到中西医上执照医师洪明佑，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到河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田朴安，大家好。伊嘛是咱做这个喙炎这个业者吼，真正是无眠无日，为咱的这个健康来守护。第三，咱邀请到全国这个金融业工会联合总会秘书长韩树贤。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哦，咱嘛感谢秘书长来参加咱这个节目。首先，咱要先邀请到咱的医师啦吼。顶回咱嘛有讲到吼，安怎来挂喙炎，安怎来看这个疫情的这个发展啦吼。咱看到这个中国疫情的发展，咱讲昨这个湖北省啊吼，已经增加到14000外赞的这个病例啦吼。这是因为这个确诊的这病例这个检验的这个方式变做是这个临床啊吼，这个判断啊吼，甲过去这个检验有啥物无共呢？因为因的检验能量无够啦，所以变做有足侪患者无法度接受到治疗啦。是，所以伊即马就因为昨日一个中国因的迄个抗煞医师啦，最重要的迄个研究家钟南山医师伊发表着一个1099例的病例资料，内底知影讲你若是用迄个电脑断层，弄磅空了，你去看伊的细胞，大概有7成6。病人拢有看到肺炎，所以变做用这个部分甲临床的镜头来做一个判断，讲这是毋是武汉肺炎的病人，才有法度互因紧接受到正确的治疗。因为过去咱讲这个，若是核酸这种治疗可能要撑差不多1礼拜啦吼。因的量能无够，因爱送去北京，搁去做，搁排队，有可能是有报纸是讲爱超过1礼拜啦，变做无法度掌握规个疫情的变化啦。是时间可能拖长，这个确诊尾啊，也是讲伊本地有这个镜头甲确诊的这个日期吼，可能这个病情要甲治疗啊，拢无法度来治啊啦吼。这是所以因改变着因这个确诊还是诊断的方式。所以观众朋友看到昨增加14000人，其实莫惊吓啦，毋是讲忽然间疫情变了最严重，嘛毋是安尼看，是伊的临床症状。也诊断标准盖过啦，所以买当讲吼，或者这个数字真正是较真实来呈现，对这个中国来控制疫情是有这个帮助吼。这其实是对的方向啦。是，不过咱讲到这个咱台湾这个部分啦吼，这个话人这个辣头嘛是真正这个猛啦吼。虽然讲咱台湾也阁控制了真好啦吼，但是也是讲这阵嘛是也阁有这个流行性的这个感冒啦吼。若是讲挂喙炎，真正会当来防治着其实侪这个风险啦吼。咱等下嘛会使好好讨论。医师其实嘛吼，甲咱整理着这个喙炎吼，这个会当防治啥，会当这个防治啥物啦吼。咱先邀请着医师来帮咱说明一下。好，其实大家拢误会啊啦吼。其实阮带这个医用，这叫 surgical mask 啦，这是一个叫外科口罩。伊本来的目的是为着医师要开刀的时阵，伊的喙烂莫喷入阮开刀的无菌区域，互病人的空喙去感染着。是。所以伊是为保护别人，这个口罩是为着要保护别人所以你若是
用这口罩要保护自己吼。因为国外研究来讲啦，伊的漏气率是足强、足大啦，伊的漏气率是2成到8成啦，看你到8成，所以就是讲你的过滤材虽然讲足好的，也当过滤90%的微粒子，是哦，虽然讲90%当过滤，但是你吸的空气。输入去的空气有8成拢为边仔入去的，根本无过滤掉。所以你若是为要用这个口罩来防说，我无爱互病毒来感染哦，其实伊个效用是真歹啦。有影啦吼。啊，所以变做讲，大家恐慌讲，我是不是一定要戴口罩，才有法度防这个病毒啦？其实，国外密西根大学有做一个研究吼，密西根大学研究伊家伊宿舍的大学生吼。伊做随机的分组吼，分组讲戴口罩、戴喙秧的，甲戴喙秧佮有洗手的人，吼，甲啥物拢无做的控制组，安尼来比较吼。你若是戴喙秧佮有洗手吼，伊的感染率是下降75%哦，就有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做法吼。啊，但是你若加戴喙秧尔，结果伊的得流感的风险是共款的，啊，而且有的佫。数字变到搁较悬，就是讲，你若无洗手去挂喙炎吼，甲有洗手搁挂喙炎，这个检查是真济啦吼，差不多7%-5%的这部分。对，啊，就是讲，搁重要就是讲，加戴喙秧这部分，甲大家的观念完全冲突。我本来想讲，啊，戴喙秧是毋是就一个2层、3层，你无到7层，你嘛有2、3层的保护力嘛，啊，结果因做出来是。根本无啥物保护力啦，所以这时候大家即个参考啊，就是讲，阮若是为着要预防流感，也是讲武汉肺炎病毒，是毋是需要讲遮紧张讲戴喙秧这个部分，还是讲阮爱接受讲，就这医学专家甲阮讲的，就是讲勤洗手反而更重要啦，啊，或者是说温哲中喙秧爱挂。啊，但是你的洗手一定要注意。有影吼，洗手、挂喙炎这2部分拢爱特别注意。咱等下卖示范吼，这个观众朋友看。啊，要先带大家来看讲吼，全球疫情咧烧团，咱头拄嘛讲着吼，差不多已经超过6万赞的这个全球这个病例数啦吼。啊，毋过也是集中伫咱中国这个部分啦吼。咱看到这个中国，这个是差不多59572赞这个案例，死亡人数已经破千，已经来到1360例啊啦吼。咱讲着新加坡啦吼，嘛是有。这个50例是这个中国境外上济这个国家吼，啊嘛侪人咧问讲吼，菲律宾这个案例啦吼，来禁止台湾吼，这个飞行机来入境啦吼，啊这个这个因的这个官员就向问讲，为什么这个台湾吼，敢若18例要禁止台湾，袂禁止这个新加坡，这嘛是另外一个议题啦吼。另外咱要先带大家来看讲吼，咱讲到这个就中国。这个香港、澳门这3个这个地方来到咱台湾的这个部分吼，一天也有5000个人啦吼。就讲这入境，恐惊咱已经伫这个边境吼围堵较真好，但是这5000人逐工安尼入来，对台湾这个防疫这个能力，也是讲围堵可能是毋是有绕到去？啊，有人讲吼，这个清明进前搁一批，这个台商要回来，是毋是？这站是这个上大考验，咱先做来看。武汉肺炎的传染力是真惊人，感染者就算讲无任何症状，嘛有传染力。到底疫情当时才会当减轻，抑阁唔知影。目前国内逐工对中港澳入境人数超过5000人，预计清明的时，台商倒来陪忙的时阵，会是后一波的大考验。中国大陆是第一个热区，东南亚也是要小心哦。东南亚其实有些国家已经社区流行了，只是他们的侦测呢，是不是有没有完全掌握到，这个很难讲。所以而且我们现在要走南向，所以东南亚进来的人也是要小心。目前国内防疫策略，若是对中港澳转来台湾的人，拢必须要接受居家隔离或者是居家检疫的措施，而且这个拢无包括确诊个案的接触者在内。目前全台湾负压隔离病床超有1100床，医师烦恼讲，到时阵若是台商清明转来台湾，居家检疫可能会超过10万人，到时阵会无法度负担。而且，就伫咧武汉肺炎疫情爆出来时，国内流感也是继续伫流行。敢若顶礼拜就有14例死亡。医师嘛提起，新型冠状病毒甲季节性的流感拢算是呼吸道的传染病，所以嘛有可能有混合感染的现象。呼吸道病毒混合感染是常常有的事情。那流感跟新冠同时感染也发生过了所以并没有什么感染一个病毒就不能感染另外一个病毒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做诊断的时候，其实是要多方面的去诊断。医师表示，流感甲武汉肺炎的症头有淡薄仔像，除了发烧，流感上主要也是咽喉痛、流鼻水为主。民众上好的预防方式，也是爱赶紧注流感疫苗来增加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
即阵呢，咱就要教讲安怎来洗手，安怎来防治这个病毒。头拄啊，医师嘛有讲着啦吼，就是讲咱要洗手啊，挂喙炎，会当落降吼，差不多7.5这个病毒啦吼。所以咱先带大家来讲安怎洗手。咱进前嘛有教讲有7步啦吼，咱台湾版吼，就是讲咱面啦吼，手面吼，手盘，啊，这爱切咧吼，这个镜头啊，切这个部分啦吼，爱硬。就是讲，咱这个精仔只吼爱硬过啦吼，伫遮爱硬过。啊，另外咧，这个佫有这个大这个部分啦吼，大枕头，大枕头部，吼，佫徛起来，吼，佫有这个手指的这个部分，一定爱洗好着，有7步啦吼。好，咱先邀请这个医师，咱甲咱做伙啦吼。好，其实吼，洗这个手吼，官方的做法就是讲你内外嘛吼，内外就是手面、手部爱搓搓咧。啊，指缝吼夹，嘿，爱。啊，过来就是讲，你的手指背、指甲的部分，这个部分吼爱认真甲洗。是。啊，过来大拇指才定洗无着，才会甲做。吼。啊，过来立起来着为虾米？其实我个人时间感觉讲立起来这上重要是，阮摕物件拢是用手指尖去摕。哦，你摸喙摸面拢是用这，所以你这个立的部分上重要。吼，啊，过来当然手腕嘛，顺续甲洗好清气。就是这个手指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有这个手面。这个手面内底啦吼，手面来洗好清楚，啊手盘嘛是爱洗好清楚，啊这个颈仔啊，这个交叉这个所在嘛是爱洗好清气，再来过来是爱硬过啦吼，硬咧，哦，过来就是这个大枕头部，过来其他的这个颈仔啊吼，爱徛起来，调停，另外咧就是手指。这个一定要洗好清气啦吼，所以有7步，就是咱手面搓清气，手盘啊尾啊，佫有这个交叉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安尼洗好清气。我大概讲一个就是讲吼，酒精干洗手嘛是同款原理哦。是。你酒精干洗手，就一个人洗手的时候有认真洗，啊，这结果酒精干洗手的时候，伊甲安尼抹啊，对伊绕高去。是。其实嘛是同款，即个力的部分。是。你虽然讲是酒精干洗手，你嘛甲当做是洗手同款。上重要，你的指尖一定要洗好，所以你酒精喷落了，你第一个动作，你指尖立即个动作先做，啊，其他的才甲扫的。吼，至少你确定讲你当的时阵，你的指尖拢有互消毒，迄个酒精干洗手消菌有完成啊。有影啦吼，所以这个颈仔这个颈甲芳吼，嘛一定爱注意好清楚啦吼，尤其咱讲吼。上后再摸一下，哦，尤其咱讲这面有影有洗有着，但是咱无可能安尼一直甲回啦吼，所以这肩胛旁一定爱这个清楚洗好清气。另外咧，就是讲咱等医师吼切好清气了后，就是爱教咱正确的这个刮喙炎的这个方式啦吼。咱遮嘿嘛有准备一个喙炎啦吼，这个吼医师好啊吼。刮喙炎其实你开始刮的时阵吼，伊顶管拢无细菌啦，所以你安怎摕拢袂紧，吼，是毋免讲足小心的。啊，所以阮先甲刮去了吼，阮就甲剔好开，吼剔好开。啊，有的人是想要先甲鼻子遮的形状，甲遮做好吼，鼻子的形状莫互伊尽量莫互伊漏气，吼，啊先甲做嘛袂紧，啊则甲揪，吼。主要就是你爱互即个部分完全剔好开，吼，完全甲保护着。有的人吼滴一半。鼻仔遮哇，结果飞沫传染嘛是入去，吼，安尼无效，啊是讲滴唔着边，吼，啊所以你爱知影讲，即个有一个即个铁条，即个所在，就是要互你用鼻子的所在，吼，啊过来你若是要甲摕起来，因为吼，其实若是为病医来讲啦，病医来讲，即边是有细菌的啦，吼，即边是有目口的细菌病毒，所以阮摕的时阵绝对袂使摸着即面，吼，所以阮的重点就是讲。阮若是已经去病院了，即面拢莫去甲摸，就爱为后壁甲摕起来。哦，后壁安尼甲摕起来，吼。啊，若是为病院的部分，就是甲单调。是。吼，啊，若是一般伫社区，其实你无捌着啥物细菌，无捌着啥物病毒，其实上垃圾是内底面。是。变做讲你伫的时阵，你内底甲囥面，囥一个名纸。嘿，名纸。是。吼。安尼你家己的口水细菌，吼，就袂加弄垃圾。是。啊，即边你社区嘛袂拄着武汉病毒，所以伊即边嘛是清气的。啊，你若是要甲继续甲用，其实你着甲有诶医师有诶专家是讲甲囥5工，因为你冠状病毒嘛无法度存活超过5工啦吼。啊，你若是要用迄个烘碗机紫外线迄个部分，也是讲中山大学有一个赖教授有甲大家实验，伊用迄个。电锅干热法3分钟，大家会当去网络甲搜寻中山大学戴教授的电锅干热法。是。啊，有做研究就是讲，伊甲
连续消毒5届，伊的口罩性能还有90%。是，好啊，所以人有做一个实验的验证啊，这是较安全的做法。电锅是会使啦吼。电锅是中山大学教授推荐的。是。啊，阮的紫外线烘碗机，也是讲紫外线奶瓶机，这个方法嘛是国外拢有验证过。啊，其他的部分就是讲顶届有讲过。这是实验室的方式啊吼。这是实验室的做法，是为着要讲证明讲病毒可以被杀干净，然后这是要病毒杀干净，但是适不适合用在伫厝内咱就卖实验啦吼，还是讲卖安尼做啦吼。是。电锅可能也是提供给这个观众朋友也会使，但是讲亲像这个放伫这个微波，还是这个紫外线，还是讲湿热法这款的这个部分，就是请这个观众朋友卖安尼试啦吼。另外要讲一个酒精的部分啦吼，细菌甲病毒伊是小粒子细菌病毒是小粒子伊靠的是静电啦，静电甲捕捉啦，所以为虾米讲阮卖用酒精甲消毒这个方法无好。酒精安尼喷过，伊这个静电的这个功能都无去。无去啊，变做你的小粒子细菌病毒，伊无法度过滤，伊就变做拢穿透去啊。是。所以酒精这个是不推荐所以就是他讲的紫外线的部分，加中山大学赖教授的电锅干热法，大家当上网去甲查询一下。但是紫外线嘛要注意的这个所在，就是讲这个线灯啦吼，袂当照到人啦吼。是，伊这就是要用 UVC 甲破坏伊的迄个核酸嘛，阮的细胞的 DNA 嘛是核酸若是安尼甲照，会变做皮肤癌，也是讲目睭会受伤。所以你就要用人做好的这个烘碗机也是奶瓶机，人有做迄个隔绝紫外线。你若是要用迄个鱼类鱼缸的迄款紫外线灯 DIY， 你就一定要注意，袂使照着人。有影啦吼，就是讲这个医师嘛提供这个方式啦吼，但是讲亲像这电锅这个部分是较安全的吼，千万唔通去用这个 microwave 这个微波炉来去做这个实验啦吼，尤其迄是这个实验室这个空间，伊去测这个。伊是要测杀菌杀菌力但是伊嘛有讲，伊的实验结果嘛有讲，伊的迄个鼻子这个部分会过热才会融化去尤其内底可能是铁条啦，伫咧微波内底吼，可能有这个火花啦吼，这个也过热。是，安尼。好，咱嘛感谢这个医师啦吼。另外，咱讲到这个喙炎啦吼，就是讲咱真正要感谢咱这个鼎这个朴炎啦吼，朴干啦吼，伊伫这个西里做，咱先感谢医师先坐一下吼，感谢就是讲进前，就是讲咱这个工厂内底啦吼，其实有这个6个这个小朋友，因是较这个特殊的小朋友，但是过去是咱照顾因，但是即马伊是替这个全国的这个朋友啦来做喙炎先，请咱这个鼎这个经理吼来甲咱说明一下。因为就106年成立到即马，就是进前拢是阮即个社会来照顾咱这个身障小朋友，即马就是到即个防疫的时刻，就是互咱这个囡仔来生产这个口罩，照顾咱社会大众。是，这个有几个小朋友来甲咱斗相共啊？即马阮公司内底是有6个小朋友，是。这小朋友啦吼，过去吼要甲因加工一步一步来吼，其实咱有这个撇步的吼，其实咱要甲伊这个喙炎装好势，恁拢安怎教？喙炎来讲的话，就是为一开始生产到乌尾的话，阮原本是有请一个较老的技术员工来甲伊教，教经过这样3年了后，就是这个小朋友。就一开始袂晓，到包装算数量拢算唔对，到乌尾学的，就是真的是，假使讲是一盒50片，伊真的是原本一开始是甲你算28片尔，对。但是即阵拢真正确啦吼。对，即马差不多拢是100%，因个会若边仔人算唔对，伊个会甲讲吼。对，讲你安尼算唔对，我甲你点一解，你看卖啊唔对无？就是会翻过头来做老师就对啦吼。只是讲咱现场嘛准备着咱这个做喙炎这个原料啦吼。其实咱讲这个咱台湾的这个原料一定嘛是还阁有够啦吼。其实咱讲这个布织布啦吼，台语可能嘛使叫做伊无芳布啦吼，都是免芳过这个部分。咱先请这个经理来甲咱小解，这个咱做。这个喙炎吼，可能需要用到这个原料有啥物咧？对，咱喙炎同路口站的无芳布，伊小可伊就是拢有通挡一寡喙烂，也是讲防破水。是。第2站的话，这站这是同重要的，这个是静电布。
哦，他说咱讲这个静电真正重要。对，是，即个就是伊足油的，嘿，所以咱过滤足侪物件。是。啊，第三站共款是无芳布，啊，毋过即个是较亲肤性的，嘿，所以咱袂伫遐抹来抹去。伊即个就是讲，较吸咱的油脂，嘿，啊个喙烂，是，嘿，主要是即个功能。所以有即个三站的这个功能。对。上头前的就是要阻挡外口这部分，第二站这个静电，啊，第三亲肤的就是较接近咱的这个可能喙烂，还是讲这个咱的这个排泄物，还是讲液体这个部分啦吼。对。另外，咱嘛有准备着这个可能挂耳啊这个部分吼。另外，即个就是挂耳啊耳带，嘿，这嘛是同重要，无这嘛抵袂起来。无这嘛抵袂起来。对。主要是头仔有医生讲的，就是爱鼻啊迄边底啊好，鼻梁片，这拢会当拗的，这是 PP 材质的，嘿，伊其实逐间公司无共款啦，是，嘿。重点佫是这边仔的包边，这若无包边，你物件垃圾空气嘛是会对遮入来。哦，所以这个包边除了咱这三站以外，包边一定要甲保护好势啦吼。这个空气，较袂也是讲这个其他这个杂质吼，会自家安尼穿过啦吼。其实咱要先带大家过来看讲吼，经济部咧拼讲这个千万的这个喙암这个产能啦吼，咱来看着讲这个经济部工业局发言人姓杨的这个发言人有讲啦吼，经济部嘛出资金啦吼，新台票2亿的这部分来买设备，啊，并且嘛做一寡这个生产线啦吼，啊，咱有投入差不多60台这个新机器投入去生产啦吼，全国这个台北、台中、台南吼，也是讲这个北中南部拢有15厂来得到这个分配啦吼，啊，这个逐台这个日产会当有10万片，啊，要提升差不多600万片的这个产能啦吼，按算伫咧2月中吼会当自这个170万片提供到这个460万片啦吼，3月时阵要拼1000万片啦吼，啊，产线这个部分呢，这个国防部伫咧无影响战备的情形之下咧，嘛已经动员到这个后备的辅导干部。啊，这个有这个官兵啦吼，来做伙来做生产。啊，国防部嘛统计吼，2月初3甲单啦吼，国军已经派1800名这个人力吼来去做支援。咱过来请教咱的经理啦吼，经理，咱讲这个虽然讲咱有这个60台新的这个机器投入去生产，但是咱无去做这块啦吼。尤其咱讲过去，咱就是要或者这个小朋友，互因这个伫遮做一寡这个辅导，啊，伊嘛当讲吼，甲这个技能，互因有一个。技术啦吼，放伫手里啦吼，会当实现因家己这个部分。咱讲着，咱即阵嘛是还阁维持着一天吼8点钟啦吼，拜6礼拜咱嘛是休困啦吼，就是要甲伊拼就对啊。因为咱主要是爱顾着遮个囡仔的身体有法度负担无，是，啊，阁有因平常时交通方式，啊，因为假日嘛是爱互遮个小朋友来陪伴因遮是大人，所以阮就想讲吼。阮就是甲政府讲较歹势啦，因为阮是主要是要照顾遮囡仔，是，嘿，啊，所以可能无法度配合着加班啊，安尼，因为阮工作人员主要嘛就是遮个核心人员啦，是，嘿啊，所以咱讲着过去这个受人照顾这阵囡仔吼，这阵是照顾大家啦吼，啊，咱要讲到这个原料这部分，因为网络顶吼，侪谣言伫遐飞来飞去啦吼，就是讲咱讲可能这个因为这个喙炎。啊嘛影响到咱的这个棉仔纸，啊查某人用的这个卫生棉啊，讲也是讲囡仔人用的这个药珠啊吼，拢有人去啊谣言啦吼，啊，互大家伫遐抢啦吼，咱要搁一概来提起着这个观众朋友啦吼，咱头先无讲到。喙炎的这个原料是啥物？啊，药珠的原料是啥物？拢总其实是较无共的啦。对，较无共的，因为喙炎的原料主要拢是无芳布嘛。那无芳布的话，甲咱卫生纸原料就是纸浆啊。纸浆。嘿啊，安尼哪会相共？是，完全无共啦吼。就是讲无芳布，其实嘛是这个塑胶这个原料去制成的啦吼。所以真正甲纸浆，也是讲过去迄个这个其他的这个产品，其实拢是较无共款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来看讲，这个3项物资哦，拢免来这个抢。啦吼，咱嘛是看讲，赖伫面顶吼，这个信息伫遐传来传去吼，啊，侪人伫咧这个这个卖场啦吼，伫遐抢来抢去，啊，因为这就是咱讲这个产线吼，已经投入去做这个喙炎嘛，所以有人讲吼，这个卫生纸这个原料都欠缺啦吼。另外，这个中国工厂因为停止来生产着卫生纸，香港嘛出现这个抢买这个
潮流啦吼。啊，经济部嘛讲，卫生纸啊、甲喙烟原料拢无共款吼。台湾是纸浆，主要是伫即个智利甲即个巴西来进口。另外咧，即个3项的即个材料，敢若是即个内层的 PP 即个热风吼，无磅礴，甲喙烟有较相共的即个部分吼。啊，但是咱讲产量。即个大贵需求啦吼，啊，其他即个原料毋是无共款的即个无磅礴啦吼，产线拢有正常啦，嘛佫有库存伫咧啦吼。另外咧，咱讲到即个网络谣言较济，政府嘛一直来做一寡即个辟谣即个动作啦吼，所以大家嘛是爱相信讲啊，咱即个原料一定充足，啊，产线产量应该就是即个政府讲的吼，3月即个超过1000万吼，但是咱嘛惊看到。即阵即个政策啦吼，本地即个限制进口吼，啊限制出口的即个部分吼，要延长到即个4月吼，嘛保障着咱台湾防疫期间吼，可能伫咧第一线主要用的即喙烟一定爱充足啦吼。另外，咱嘛提供着观众朋友来做参考，就是讲吼，因应即回武汉肺炎对台湾经济可能有的影响，行政院嘛就今仔宣布600亿纾困的即个方案，咱做伙来看。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伫拖，冲击着国内产业。行政院早起通过纾困方案，针对疫情稳定了后，推出各项振兴辅导措施来恢复内需型的产业买起。尤其是针对百货卖场、小卖、餐饮、商圈、夜市啊、传统企业、会店等等的产业，规划拟开展活拍折的优待措施。政府提供拍折，鼓励民众消费，总预算规模要达600亿。我们即将匡列特别预算的规模是600亿。它即将由历年的累积的税基剩余，还有主计总处即将要筹措的财源来支应，作为主要的预算来源。而特别条例以及特别预算为期1年。当然像是真正的夜市馆，消费一定的金额会当部分来使用，毋是直接当做现金，趁机会来带动民生消费、振兴经济，创造另外的效益。啊，佮有交通、拄观光业的饭店、旅行社，啊，佮有航空运输、小三通等等的相关产业，因为武汉肺炎大大受到影响，行政院有短期的补助甲中长期的转型进行计划。院长特别要求在场的所有部会一定要仔细盘点纾困的方案，而且纾困的方案必须以4大原则来进行。第一，雨露均沾，不可以漏掉任何可能受到冲击的厂商产业。第二，立竿见影。第三，固本强身。第四，加速攻坚。他公布的是第1波。农业部分是协助学校中岛等实在经营的农民维合通路，加强分线，甲发展海外市场。中国资源暂时无法度来台湾的应用措施，而且甲电商合作，推上农产品伫网络内卖，而且嘛提供农渔业的纾困贷款，嘛调整生产结构，协助产业升级。记者综合报道。是有讲到这个纾困这个方案吼，可能要比较咱讲过去伫咧这个观光局吼，伫咧这个秋冬旅游这个补助这个部分吼，你若是过去啦吼，你若是去这个带这个旅店啦吼，还是讲这个饭店这个部分啦吼，啊政府就互你这个夜市啊这个消费券啦吼，啊甲过去这个2009年可能互你这个3600这个消费券是较无共款。咱先来看讲吼，啊疫情伤到这个经济，政府提出的这个3大类，超过这个差不多600亿的这个部分啊，来做振兴啦吼，啊其他的这个规模诶，有差不多有这个观光甲运输的这个产业，差不多是200亿啦吼。类似甲这个零售的这个餐饮的这个部分嘛，是有160亿的这个部分。农业相关有差不多60亿啦吼。啊，消费来抵用这个部分吼，差不多有这个20亿的这个初步的这个部分啦吼。啊，危机可能是1档的这个部分。另外，咱看到这个观光交通运输业吼，可能这个业别有旅行社、观光饭店啦吼、航空啦吼、运输、小三通等等的这个部分。咱看到这个类似的这个部分，嘛做食的啦吼，也是讲发展夜市啊、传统市场，另外咧农业的这部分哦，可能嘛是传统农渔业啊，啊包含着这个通路内外销拢受到这个影响啦吼。啊，甲过去较无共啊，虽然这个消费这个部分吼，可能是抵用款吼，啊其实伫这个电子网络啊是讲电商这个部分，其实嘛使去做使用啦吼。所以讲，甲过去这个部分较无共款啦吼。所以政府即摆提出的这个振兴的方案吼，对咱台湾经济有啥物影响？咱继续来先请教咱的这个秘书长啦吼。我想因为咱这波的这个武汉的肺炎吼，这个疫情吼到底伊会继续加啥物款，啥物会愈来愈严重吼？这其实咱即马佫无确定吼。是。今仔政府伊出来召开记者会来做这方面的宣布吼。我想主要就是
因为吼你爱顾虑着讲咱国内咱的这个内需的市场吼如果讲即马大家因为这个疫情的严重吼唔敢出门然后嘛唔敢去一寡比如讲餐厅饭店旅游安尼时阵会得使着讲即相关的这业者是因的生理个无做无生理所以这个纾困伊主要伊的目的是要为家来啦当然伫这个进程，拄主持人有讲到讲不管是伫咧较进前的2009年的这个金融海啸的这个消费券的这个发放，或者是讲进前这个政府补助这个秋冬旅游这个这方面的措施啦我想总是希望讲咱这业者莫去因为着这波的疫情去影响到咱规个国内经济发展。我想以这方面的思考是会当肯定但是即摆就是讲要来考虑讲那即摆较烦恼的种有一寡业者像这两天报道有看的，就是讲一寡人业者伊即摆去想要拍算要裁员我想这不管你是大量还是讲少数人，然后对你的员工的这个裁员裁减这其实是等于讲有一点趁火打劫阮工会是直接希望讲劳工主管机关应该爱对这方面的代志爱特别去注意，唔能讲你即摆一手这边摕补助，然后一手这边去做裁员的动作，伊倒咧扑这劳工我想这是唔对的代志。所以讲这个政府提供这个纾困这个部分但是另外要伊注意的就是讲这个劳动权这个员工辛劳的这个部分这一定要去注意，尤其讲千万唔通用到这个理由，因为疫情可能人少才这个无人客所以我做裁员这个动作影响到这个劳工的权益安尼。是，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医师啦其实咱嘛有讲到，这回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啦这个饭店也好，还是讲旅馆也好啦拢是受到这个影响。但是咱讲这个空出来这个饭店也好，也是做什么用途？对，其实我先讲以医师的观点来讲，你若是即马要补助旅游业，还是讲运输互人群的移动这个部分其实是有一个疫情的风险在啦。所以嘛是要考量到即马防疫型的经济到底什么是会当鼓励，什么是阮爱先补助纾困，爱分得清楚。饭店的部分其实我真正有提出一个啦，就是讲。其实阮即个保平新套是足好运的啦，内底是讲没有验出病毒。你今日若是有128，你有一个确诊，是毋是甲钻石公主号全部拢爱留伫准定？安尼因的照顾因的部分因的隔离，是毋是会变做一个交互感染？像即马钻石公主号200外个，是。所以政府应该是紧家己的隔离量能甲准备好。足侪饭店即马是无人客，空房若是政府会当甲征收，甲征收，嘛毋讲征收，租用合作，互伊经招训防疫管理人员，投入甲这个场域立刻变作专用的隔离场域。即马若是保平新药真正有确诊的案例，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国人安心的下船，有一个很放心的区域，互因做隔离。所以其实进前提出一个方案，就是讲，你若是经过1级流行区域，还是讲有一个明确接触史，你要做一个机构隔离，你要有一个空间，阮的量能爱做出来。你若是2级流行区域，就是讲2级流行疫区，伊风险无法管，但是大家嘛知影，保平新药昨天一个新闻是讲，伊嘛无做居家隔离，伊就走去游泳池。走去游泳池刚游泳，结果害着人游泳池规个爱关起来，变做一个隔离检疫。所以，阮是爱互国民放心讲，虽然讲有风险性，阮莫直接居家隔离，阮爱先机构隔离3到7日。但是这3到7日毋是甲关伫遐拢无做代志呢。这3到7日是你爱做伊的本人甲伊的家属。你爱甲做完整的感控教育完整感控教育，因为其实大家唔知影讲，我们摸了什么，或者是咳嗽礼节，下面其实无一点知影。还是讲我去外面，我做这个动作去游泳，会不会给人家造成风险？其实有时候是无知，不是故意的。所以政府应该是爱甲做教育。过来你回归社区前你爱家己的居家的环境，确定讲伊的环境设备动线拢爱符合
互伊会当知影讲安怎来隔离是，吼符合伊的规范，袂感染互家人。吼，这种甲做了，过来你嘛要甲盘点哦，因为阮即摆是少好运拢无社区的传染啊。吼，你若是有一个社区传染的时阵，开始有大量的患者需要照顾的时候，像保平钻石公主号200外要照顾的时阵，你袂使甲伊这200多个患者确定患者都放到分散到我们各家的医学中心或者是医院去处理去照顾，因为伊本来伊就这医学中心，人的加护病房、人的隔离病房都有伊的需要照顾的环境，好，所以你要紧成立一个。管你袂用少子化的废校，还是讲你本来就有预备的医院，像控制医院啊、什么医院，吼，紧训练吼，召回你的呼吸照护人员，赶快购置呼吸机，因为这个上重要的问题就是喘气的问题。是，其实喘气的问题甲解决，这患者其实就会较好的照顾。他这一次的我们的武汉肺炎。目前都还没有空气传染的证据啦，所以目前就是一个飞沫传染，所以伊无需要用到负压隔离病房，伊只要有完整的隔离病房就好的，因为无空气传染，因为是肺结核，好，所以你即摆用负压隔离病房变做排挤了规个原本医学中心的照顾能量，是啊，所以甲这几项做好，甲专责的院区啊跟现有的医院甲做分流。保护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过劳血汗的医护人员，哦啊，变做讲，阮的医学崩坏不会真的变成医疗崩坏，能够维持这个能量，那全台湾的照顾大家就可以放心。是，所以就是讲啊，盘点啦吼，现主时现有的啦吼，这个空的这个部分啊，好好去利用啦吼，互咱这个医疗唔通搁放盘落去。啊，搁会当做一个讲。饭店吼，因的纾困甲结合，是嘛？撇边吼，可能真正这个目的会变做是，可能是这个防疫的这个老高期这个部分吼。另外，咱要咧带大家来看讲哦，咱讲到这个武汉肺炎咧防治啦吼。其实咱讲全国的这个中小学已经延前这个开学啦吼，但是有这个家长有这个防疫假期，但是你要头家是要发予伊全薪水，还是讲半薪，还是讲准年假期，但是无薪水的，咱先做来看，其实有济企业无，真正是介有良心，先做来看。早起得到老师学英文，下晡受人陪伴耍纸牌，伊就到外口运动。这是这个囡仔伫政府宣布延后开学了日常生活。因是屏东基督教病院员工的囡仔，因为延后开学，病院为了协助员工所提供的短期脱离，即阵有12个家庭脱离，除了囡仔午餐费，其他费用都有病院来支出。他们当然有权利可以请防疫的这样的一个假期，但是可能它是无薪的嘛。但是整体来讲，对他们是会负担啦。小朋友到那个地方，我们就是可能会担心会比较多，对，因为像医院的话，在配套措施方面，它就是全面的按照防疫的方式，然后再托婴的那个部分。病院认为防疫期间，医疗人员更加需要免烦恼囡仔无人照顾的问题。伊高用的汉城客运是为着让司机会使专心工作，避免大众运输因为伤侪司机请假而受到影响。这位司机的太太申请防疫照顾假，就依照报囡仔留停完之后，再贴6成薪水。虽然我们已经有预备了一些的能力，但是因为怕过多的驾驶长请假哈，那可能会对公车的班次造成影响，所以我们就想说哈，我们让这个公车的这个配偶来请防疫照顾假。客运公司讲，即阵集团内底有2个司机申请，若是14天防疫照顾假请满，公司会补助9100块的津贴。希望甲政府共同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也让同仁会用专心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是哦，咱看到这个新闻吼，有的人这个驾驶会当读到差不多6成这个薪水啦吼，真正是咱讲是有良心的这个企业，但是这个部分，尤其咱讲有的公家机关吼，要请。可能嘛唔敢请啦，还是讲有的私人企业，但是伫这个头家可能有这个部分，但是辛劳是唔敢请这个假，有这种案例无？是因为即马主要就是讲咱伫个2月初2咱教育部遮宣布讲，为着这个疫情的可能会严重的问题所以然后咱这个高中以下这学生伊的这个寒假的这个假期所以即马个。造成一个讲叫做防疫照顾假对这个2月11甲这个2月24这个中间等于讲如果你厝里有这个12岁以下的这个囡仔呢，
你只要家长任何一个你会当用这个理由来请这个防疫照顾假。是。但是即摆问题就是讲这劳工敢敢去请？这是第一个。当然，政府这是伊明确来表示讲，只要你的员工有提出安尼申请你雇主你是袂当拒绝啦是。但是即摆你要考虑就是讲，这14天如果咱扣掉有3天，就是讲2月16拜六礼拜2月16，因为2月15咱来补上班嘛，2月16甲这个2月22、23，所以呢，这个防疫照顾假如果有家长有这个劳工落去请，有11天。意思讲，伊爱去考虑讲如果我公司我因为安尼这个假请咧，我是无通去摕这个工资迄天的工资薪水啦所以阮伫个顶礼拜2月7就是讲这个妇女团体、甲教师团体、甲这个劳工团体，阮开一个记者会，主要是要呼吁讲你即马这个良善的这个政策美意你若要来落实的时阵你要顾虑就讲伊这个劳工是毋是？敢去请这个假，是第二就是讲，政府时阵劳动部出来讲如果互这个劳工请这个假，拢有钱行领讲爱开2000亿。迄当时阮听到这个数据，阮是黑人牙膏、黑人问号，我讲我哪会遐多所以阮就落去调查阮直接有一个一个表甲大家观众朋友说明的，是讲阮落去掠教育部这个网站阮看到讲即摆目前伫个这个咱多所讲的12岁以下这个学生呢，伊的人数不过是1735000几个是。然后咱来看讲，如果真正有这个劳工朋友落去请即摆伊这个根据咱行政院主计总处伊这个统计咱的劳工的这个平均的这个月薪是这个44356块。咱用这个基础来算然后拄我讲的11天所以你这个4万几块甲拄30天了，是你一天的薪水。然后你假使你若真正拢甲请11天落去然后这173万的这个囡仔受到影响的这个囡仔你用要照顾然后过来算这个金额的部分，对金额的部分其实阮算下无超过100亿。对就在跨工2000亿无超过主要就是讲，因为以前劳动部是用讲因为咱这个劳劳保的劳工差不多1000万啦。用这个基础教，阮落去算是唔对的啦。因为讲12岁以下这个学童对。另外要特别强调就是讲，因为伊的囡仔会遮细汉，表示讲这个劳工伊本人可能伊的年岁差不多30几岁至40几岁。是。所以因的薪水应该伫这个阶段无争差无悬。所以但是无悬的时阵，对因来讲，因这份薪水是因最重要的收入。是。所以你讲伊若公司伊互你假无互你薪水的时阵，伊的顾虑就伊唔敢去请。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讲今仔日如果你这个劳工伊若有这个需要，结果伊唔敢请的时阵，阮的烦恼是讲，敢会造成这个这个所谓防疫的破口。有影。安尼刚好。所以迄当阵，阮顶礼拜记者主要是做安尼呼吁。当然有人讲你嘛会当去请迄个所谓家庭照顾假。是。但是则要甲咱观众朋友报告是讲，这个防疫家庭照顾假无毋对，这伫咱即马目前法律是个性别工作平等法伊是有这个规定，1年请7天。可是呢，伊共款嘛是因为伊甲算入去暑假，所以伊是无薪水的。所以变做讲一般的劳工，伊其实袂去请这个。是。伊可能到尾伊就是用伊的特别休假。特别休假，这其实讲下就是你甲你的假提早来甲运用啦。但是我拄仔讲的你30岁、40岁的劳工，事实上伊的年资无到资深的时阵，伊的特别休假无多啦。你即马伫个这波的疫情的时阵，你个拢甲用掉，还是用甲足多的时阵，后壁你要安怎？尤其是阵才2月。是所以阮迄阵希望讲政府思考讲看你会当去做这方面的补助。互遮个劳工，就是讲你要讲提时间，你嘛袂当讲互伊请假无薪水这个问题你爱当解决你甲解决部分可能安尼时阵会有你这个效果，你防疫照顾者安尼时阵才有效果。有影啦咱头先嘛讲到的对象是差不多是2月11甲2月24，是这个
因为延前开学啦吼，所以这个12岁以下这个学童的这个厝内底家长啦吼，这个家长嘛毋是这个爸爸妈妈尔啦吼，可能是阿公阿妈咧照顾嘛有啦吼，所以讲若是家长一个人会当请这个防疫照顾假，啊伊的这个法律的这个部分吼，会当开发2至100万吼，但是讲啊，真正是有人这个劳工提出啊，这个头家若无准假，就会去用开发啦吼。但是因为无强制性啦吼，无强制这个头家爱付这个薪水啦吼，所以这个大家拢讲啊，共同这个共体时间啦吼。但是为这个辛劳，因着烦恼真济啦吼，所以这个假是毋是唔敢请？所以这团体也是讲这个在野党嘛有提出着一寡方案，咱先来看到讲这个在野党，咱看上尾啊吼，台湾民众党这个赖香伶吼，伊嘛讲吼，这个提案啊修法啦吼，政府应该吼会当请这个防疫照顾假啦吼，啊，防这个居家隔离的人嘛有这个6成这个薪水啦吼，因为讲真正是有人唔敢请这个部分啊。另外咱看就是中国国民党文团会代理主委王玉斌哦，伊是讲哦，政府应该比较这个有婴仔这个部分哦，留一停薪的标准啊吼，互申请这个防疫照顾假，这个劳工的6成薪水啦吼，初估经费差不多是50亿啦吼，咱头先嘛算过，差不多要198亿这个，嘿，98亿这个部分啦吼。另外，时代力量嘛有讲吼，政府应该至少负担的部分哦，参考着个县市上低生活标准。啊，这个用上低基本工资来做这个补偿的这个底线啦吼，这个到底是上低基本工资较好，还是讲这个6成薪水咧？啊，因为即摆基本工资吼，咱今年1月初开始是23800啦吼，啊，我有讲着讲咱啊，即摆即个劳工的平均的薪水4万几吼，啊，事实上，不管你是用即个基本工资，或者是讲啊，你用即个劳工的平均薪水的6成，还是讲投保的劳保的迄个薪水的6成吼。是。差唔正米，但是即摆我要强调就是讲哦，你即个补助哦，伊唔是专业，是伊就讲你只要你即个补助吼，你有便利即个医生然后符合的人，嘿，互劳工伊直接讲要共体时间的时候，伊敢去请，因为伊有一淡薄仔补贴嘛，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啊。因为我另外要补充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讲，因为劳动部伊遮咧讲的讲哦，如果咱都要讲的是防疫照顾者，讲你厝里有即个12岁以下囡仔吼，但是另外讲劳工本人是吼即马政府伊是讲如果你即个需要即个居家隔离还是居家检疫吼，如果这是出于你个人的因素的吼，你是无通去请公假，吼，但是我即马要讲的就是讲吼，咱来去考虑哦。人吼，伊即摆是安尼，伊惊互大标签，所以如果伊家己吼有即方面呢，疑似有即个病情的时阵吼，伊唔敢讲，结果呢造成即个即个破口，破口吼，然后传染吼，嘛扩大，甲可能规个伊的公司的同事，大家是吼，即个恶化吼，因为昨迄个新加坡吼有一间银行，伊就是安尼嘛，伊规个迄栋大楼300员工，伊拢爱清刷处理所以这到尾会变做啥呀？变做讲一个人的原因，个造成讲规个即个员工拢爱隔离，变做其实都变成职业灾害啊。是所以这是你要考虑到迄个效果，讲咱到底是要伫遮的时阵，甲做一个等于讲防范，卖去互即个问题扩大。这个是我们用顶礼拜记者时，阮另外有提出来呼吁啦，就是讲。不管是你劳工的个人的因素你有去接触到感染到这个武汉肺炎是讲安怎去旅游的关系无甲公司的出差无关，但是伊假设他劳工个人的这个因素，伊有这个疫情这个发生的时阵，事实上你应该爱互伊公假，是这个是要去考虑。所以咱嘛有整理了一张图表啦吼，就是讲你若是徛家隔离，还是讲徛家检疫的这个部分头家。互你假，还是讲互你薪水的这个标准啊吼？咱讲到这个头家，若是讲甲这个办公室关起来，还是讲甲店关起来，要求这个员工莫来上班，你就爱付这个薪水啦吼。另外，咱看到因为工作上，还是讲这个头家要求这个要求，然后造成需要这个徛家隔离，还是讲徛家检疫，还是治疗的，亲像讲有人去武汉出差回来，还是讲伫中国香港、澳门才出差，需要徛家隔离啦吼，还是讲徛家检疫。这个头家嘛是爱付这个薪水啦吼，另外咱嘛头拄有讲到这个情形，就是讲这个辛劳啦吼，家己去接触到，还是讲感染到这个武汉肺炎，需要治疗这个
来请假这个处理啦吼，就请这个伤病病假啦吼，是讲请这个特休，还是讲这个暑假。另外咧，这个讲劳工啦吼，家己去接受做先，家己爱居家隔离，还是居家检疫这个部分吼，这个头家嘛袂当家当做伊是无来，还是讲强迫伊爱来请假，还是这个请这个特休啦吼。但是会使卖互伊这个薪水啦吼。所以劳工团体嘛是要求比较，就讲这个 SARS 爱这个立这个特别法啦吼，无论啥物款的这个原因来治疗病啦吼，需要治疗这个部分，还是讲居家隔离，拢爱用公假来处理啦吼。这个头家嘛爱来付着薪水啦，这是咱坐的呼吁啦吼。希望劳工朋友嘿。我补充一下，因为迄当阵吼 SARS 迄阵吼，2003年迄阵 SARS 吼，咱有一个特别条例啦吼，有特别讲着讲，你即摆受到这个隔离的人吼，伊伫这个隔离的这个期间哈吼，你所大的这个。不管是公家还是私立的机关机构的学校团体吼，拢应该要有这个董事人公假，是吼，因为不受相关的这个法令的这个规定的限制吼。我想，因为这主要的考虑来讲，你无爱有这个疫情来拖开，拖开是。所以这个比较公假来处理啦，真正是咱即阵已经讲，你看，咱2月11甲2月24啦吼，互这个小朋友延前开学啊，互。就是要甲防堵着这个疫情，卖伫这个学校这个部分啦吼。你若讲这个家长的部分，因为可能着薪水这个防疫若是出现这个闹高起的这个部分，面对着可能下摆都毋是干咱2月24延前开学尔吼，规个社区感染这个台湾的风险，还是讲这个效果真正是不堪设想的吼。继续咱要请教医师啦吼，对咱讲到这个防疫假的这个部分，还是讲咱头到这个纾困的部分啦吼。其实咱讲到这个回过头来讲疫情这个部分啦吼。有个人咱嘛有讲到这个钟南山吼，伊按算讲2月底，这个疫情可能是上悬，但是4月底当收煞。咱都嘛讲到，对台湾的部分可能清明这站台商搁一波转来这个部分啦吼。疫情伫台湾，咱即阵嘛无社区的感染，安怎搁来继续防堵围堵？其实为美国来讲吼，伊即摆已经13例小可。较无增加吼，但是因的讲法就是讲，因为因甲中国大陆的往来吼，切断。虽然讲切断，嘛是有本国人的往来啦。吼，搁来就是讲，伊有可能因为即届冠状病毒有可能是无症状的，无症状，伊甲一成的人、一成外的人爱带伊啦。是。所以变做讲，其实因嘛是烦恼讲，有一寡无症状的人已经伫社区。已经有小可那感冒安尼，大概小可群聚感染，但是拢无严重，所以拢无吹出来。吼，所以因嘛是有做好准备，讲随时要甲若是有发生群聚感染、社区感染，伊会当处理啦，爱有这个量能来处理。是。即届阮的迄个钻石公主号1月31号嘛，吼，到今摆已经拄好14天啊。咱讲2月14是咧情人节防线啊，吼。是。所以变个即摆就是讲好消息，就讲阮那像拢无。新的案例出来啦，吼，但是其实嘛是爱小心啦，就是讲有的是真正是伫迄个潜伏期，因为钟南山医师伊的报告嘛，上长会当24天啦，潜伏期上长，案例24天，24天啦，虽然讲大部分是7天以内啦，吼，过来就是讲伊的轻症，传下一波是7.5天，是，变做讲伊伫传下一波的时阵，伊其实有可能有少部分的人有一寡。轻症安尼，吼但是无互阮的防疫系统抓出来，所以其实大家嘛是爱一直保持乐观啦，但是爱审慎啦，就是讲爱注意但是嘛免伤悲观，因为为中国大陆即马因输出的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东因来看吼，伊即马确诊的案例已经愈来愈少啦，新增的案例是较趋缓啦，阮台湾爱看是爱比照。北京、上海这个被输出的层次来比较，咱们是看湖北，不是干来看武汉本身是所以当讲就是讲政府这个防堵的政策是讲做了非常有效啦。台湾几乎没有太大的新增啦。是所以阮就是审慎乐观再继续小心天气只要再热下去吼，于是对冠状病毒来讲，伊就惊热啦。所以其实大家是会当慢慢的。乐观看待是较乐观的啦，但是所以其实是唔免讲对物资啊，是对虾米吼，变做你爱平常心啦。但是有可能今仔日也是讲几工了，北部真正有小可社区感染，登盖钻石公主号的人，你嘛是甲平淡看待，就讲不要紧，政府会甲处理，就是那个小区再把它做防堵。是，其实伊
全世界中国大陆以外、中国以外死亡，即马人数嘛，甲2个人尔啦。应该讲一个啦，一个菲律宾，一个香港，是啊，是，所以香港嘛算伫因这个中国内底啦吼，所以讲全球死亡这个部分也是放伫嘿，就一个尔啦吼。啊，中国咱讲这个地数率可能差不多2.3%、2.5%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讲着大家真正是乐观来看待即阵啦吼，尤其咱头拄嘛讲安怎洗手。安怎挂喙炎啦吼，洗手才挂喙炎会当有7.5%啊，这个病毒会当这个落下降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头拄啊教真济，咱就讲到洗手的时阵面盘啦吼，啊交叉的这个部分，啊搁有这个上重要是这个指尖呐，指尖爱做啦，爱做啦吼。不管你是湿洗手还是干洗手，拢是同款的意思。所以全民围堵啦吼，接洗手。挂喙炎啦吼，嘛唔当去抢这个物资啦吼，啊继续来对抗这个武汉肺炎。今日感谢3位来宾，嘛感谢咱所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后回再会。感谢，多谢。